其鸦片小说底部其实可以看到嘅係总理府也文史过成熟嘅，伊运用中文规格，伊规格就写係鸦片咯。鸦片會產生其實同鍾肇政寫嘛有關係，因為鍾肇政寫嘅《魯冰花》嘅係為是個聯合報連載哦。連載嘅時間就可以聽台灣人總算可以去報紙上來連載嘅，伊就夾個來寫新嘅本總理府講兄弟，但係呢兩個相總嘅同樣嘅副刊嘅篇幅參下來，你夾個來寫。那個魯冰花差不多3年連載結束，你就寫一篇差不多嘅中篇小說來接下來那個也個味嘅哦。總理府接到新嘅嘛，佢聽伊書方就已經有相關嘅資料，所以講好，我來寫。伊過幾個時間就寫係鴉片小說，不寫係嘅時間，伊個眼神嘛快係的，就係特辛苦哦。因為寫東西呢。頭腦是個轉來轉去，冇辦法哦，水冇水唔好，所以呢，鍾肇政對一個事情嘛，伊都1年嘅時間，都過身前都會相信講，也係以後嘅總理府案件就過身咯。其實嘛唔係啦，因為總理府以下一篇稿嘅其實一下都會順哦，只是伊要過嘅時間，伊一篇就復發嘅時間判寫起一個稿嘅當紅哦，一個鴉片小說就算到伊最後嘅作品，過身後再發表去那個報紙上哦，變做也遺作哦。